讲全台湾有100多万的家长，为着要载囡仔，拢来加装着机车的儿童安全座椅，都惊囡仔摔落去。但是业者号称的安全的装置，却真有可能无安全。采访团队追踪发现，讲这个机车的儿童座椅，长期以来无检测的机制，嘛无相关的法定头来规范，是毋是要加装，是毋是有合法？家长甲业者嘛毋知要如何是好。咱进一步追查发现，讲老早伫8年前，台中就发生一件妈妈用机车的儿童座椅载幼囡仔造成的死亡的悲剧。这位失去着囡仔的妈妈强忍悲痛，再三向业者甲政府机关提出着警示，但是得到啥物款的回应？为什么8年来把关的机制也是失灵呢？来看华视新闻团队的追踪报道。我们不知道哎。应该是有吧，他都有按规定的下去做吧，好像不合法，是不是？好像有法规说是不行啊。里面有3.4这样扣起来，坐在里面是安全的。比那个扣着的那个就是安全多了吧？因为载小孩子比较安全。3年前参与了卫福部儿少事故伤害防治推动小组的委员会，交通部啦、经济部啊、消保会共同研议，结果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是导致孩子死亡的头号杀手。因为它标语就写儿童安全座椅，没有写安全的话，你是不是或许就不会买？你也许就不会买。T 字形我要左转，但我在出去的时候，那台车子刚好从这边左转进来撞到，飞出去，我看到他头被碾过去。第2路，搁倒来到失去囡仔的事发现场，黄小姐哭不出来，人生遇到这么大的变卦，伊拢会着共闪开这个伤心的路口。所以我现在很少出入这边，我会从另外一个方向，知道会难过，我们就不要经过，我们从别的地方就好了。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是尖叫，没办法说话。王小姐身伤目想袂到，当初为着囡仔安全，特别买儿童机车座椅，却无法度保护囡仔的性命。儿童座椅啊，它上面有安全带吗？它其实有附一个要让你固定在机车上面。其实我觉得用了也有它的效果，因为大力撞击之下，它其实还是会横出去。看到一张啊一张囡仔的相片，天真的笑容，时间就安尼停伫2015年9个月，然后也差不多是他过世没多久前。王小姐想起当初时，伊拄做妈妈尔，袂晓开车，嘛真罕咧骑车带囡仔出门。是伫网络上看到家长群组讨论囡仔使用的机车座椅。现在脸书很多，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一个群组，里面就开始有人讨论说机车座椅方不方便、好不好用这件事。在里面有看到有人说好用，也许我出去就会方便一点，然后可以带小孩自己去打预防针，不用麻烦先生。来到专门卖红衣仔用品的店。伊听店员的建议，才买下标示安全的自动座椅。本来瞄准安全的机车座椅，竟然互伊和囡仔永远分开。事发了后，伊嘛到便车社团，用家己的悲剧提醒其他家长，希望别有人发生和伊同款的遭遇。我先去找了厂商，拜托他标注警语，也许可以简易的盖章说，请勿用在机车。我觉得至少做到警告的意思。然后他就没有回我讯息，然后后来我又把这件事情也写信到经济部，他有回复我说他要转至交通部，也没有什么好的讯息。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能力有限，就是我能做就是这样。
王小姐悲痛的见言，伫政府机关竟然无声无息。8年后的今仔日，全台湾至少有120万的家长有斗移动的机车座椅。还未到下晡4点的放学时间，新北市国小学校的门口口已经有未少的家长等咧准备接囡仔。停伫等待开机车，后座大部分拢有斗黑色的座椅，而且伊的后壁嘛有搭着移动的机车安全座椅大纸。它会自己扣。啊，你看哦，一级棒的棒宝贝。看到你有装这个安全座椅，你知道它合不合法吗？有没有？我不清楚哎。哦，那你装是因为它比较安全吗？因为载小孩子比较安全。装2年了，就是载小朋友在用的。当家长因为都怕说小朋友在上学很早嘛，或是放学有时候很累，然后他如果可以坐在里面是安全的，因为它里面有3.4这样扣起来，我们在骑乘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孩子会有翻覆什么的问题。坐到后面，因为有时候小朋友想睡觉啊，他就至少会躺在后面睡啊。比那个扣着的那个方便多，就是安全多了吧？这样子对小孩比较安全啊。为着囡仔的安全，家长小弟走去找业者伫机车斗移动座椅，要不过囡仔坐伫内底，敢真正就万无一失。这3年来，我想在市面上大家都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家长去购买所谓的儿童机车安全座椅，不断的安装，几乎满街都是哦。你当初也是因为小朋友的安全所以做？对啊，因为安全，对。2至3岁的时候其实是站在前面，对，那慢慢大了，其实也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还是觉得要椅背这个比较安全，对啊。使用这个机车座椅，我不想称它安全哈，那大概占了46%，不低，真的蛮高。像安尼，囡仔坐伫机车座椅发生的车祸意外，唔捌停过。是因为有个妈妈，她买了，她小孩死掉，她来找我们，她希望我们下架2个字，下降安全这2个字。她觉得就是因为你们讲机车儿童安全座椅，所以我买了。可是如果机车儿童座椅，我可能不会买。可是民众都不知道这到底有没有认证。他努力去跟经济部沟通，跟交通部沟通，可以把2个字下架吗？安全2个字下架。失去囡仔的老母8年来，依然继续用各种的管道向政府的部门发声，希望经济部讨论相关的法规。严格高达有关无法律通管，当时经济部也表示有记录会当请业者提供检测的报告。不过到即摆也是无任何相关的规定。这个议题一直没有被重视啊，就是一直这样存在着，然后所以网络上才会一直卖背包袋、卖背包袋、卖机车椅的卖机车椅，各式各样的东西嘛，可以装在前面，小孩子可以坐的啊，还是坐在后面的也行啊，从来没有觉得有被重视过。2010年，至少4个月伤害协调会及服团体提出意见，希望证明改造机车固定式座椅，特别咧安全这2个字欺骗社会大众。2011年，佮向经济部请愿，要求相关的厂商爱加警示标记，要不过主管机关由完结点点，态度消极。3年前参与了卫福部的一个儿少事故伤害防治推动小组的委员会交通部啦、经济部啊、行政院的消保处、消保会来去做共同研议，也做了列管。但比较遗憾的是，这3年来我们没有看到相关部会有采取更积极的作为来预防这样的产品导致儿童带来的一个所谓的人身安全的伤害。光这个座椅本身，它目前就是没有安全的合法性，就到此为止了，留下很多的问号给家长们、给业者们。即摆机动机车座椅的安全性无认证标准，有合格无，有安全无，拢是业者讲的准煞。业者继续用机动安全机车座椅的口号来贩卖，在咧无任何管理规范含机制的情形下，出意外，家长无管道来申诉。消基会讲无相关的资料统计，消保官嘛讲无法律的根据，根本无通稽查。那个安全2个字不能乱加你或者叫机车座椅，但是你叫安全座椅，其实是会误导的。有的汽车会有升降那个座椅、调整安全带的一些做法，都是经过严谨的规范。但是机车呢，其实没有。知道它这个有没有合法吗？
应该是有吧，他都有按规定的下去做吧。好像不合法，是不是？不知道哎，不知道，好像有法规说是不行啊。安全的维护、安全的把关跟强化机制，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儿福团体这样说就算了。法规上面的灰色地带，就会导致家长也在选择上面出现了，他到底要听谁的？那业者朋友也可能觉得说，之前都没有听你说我这产品是违法的，你也没有来取缔我，也没有来罚我，我当然觉得我就可以持续贩售啊。我们必须很严肃地提醒各位家长，这些产品目前都是不是合法的，也就是国家并没有为这些产品的安全背书哦。主管的交通部放禁机动机车座椅乱上，唔捌制定管理规定，把关机制有敢若无，悲剧一直发生。以警政署来讲，他统计了最近这15年来啊，我们18岁以下的儿少这个发生所谓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事件，这样的死伤人数在过去15年来增加了20%多。根据交通部道路交通事故的统计，最近5年道路交通事故之中，12岁以下死伤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更加是每一档拢占总死伤人数将近4成。今年正月到4月，儿童甲少年出车祸人数得要300人，平均大概差不多1个月就得要到100件。我们讲溺水啊，包括像这种坠楼啊，还有防坠啊，像食药啊，你这个东西加起来都还没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多，它大概是后面3个的10倍啊，就是你全部的那种儿少的意外事故里面，它大概超过1/3。坐在机车安全座椅上的孩子，他连人带车怎么样卷进这个车子底部哦，轻则可能是擦撞伤哈，因为他没有办法逃脱啊，甚至一般的物理的惯性可能会弹飞出去，但是因为这个固定的座椅的关系，再加上这个安全带的部分，会把孩子牢牢的绑在这台机车上面，所以机车怎么了，可能这个孩子就怎么了，所以我敢说共存亡。装一个3-4千块的移动机车座椅，安全性是一个大问题。采访记者在网络上发现，无论是前脚踏板的座椅，也是倒伫后座的移动座椅，形体百种，真简单买。还要载一个大的，所以这样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可能要有个座位，让它会比较安全。无经过安全检测，同款伫铺设地带的，也有合作移动机车安全带的按键。伫网络上有800款，当然出名大卖场的网站嘛有卖。家长烦恼囡仔坐机车有危险，就用按键将囡仔绑伫身躯顶。要过万一家长放弄到，囡仔对着大人嘛会做回摔落。儿童安全绑带哈和背带这个东西哦，机车安全座椅不够安全，那安全背带 O 不 OK？ 坦白说，目前相关的产品的规格恐怕也都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政府没有去公告相关的安全标准，所谓的国家标准的规格等等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可以随便就挂着一个安全的名字，就像我们安全帽一样，你也不能随便拿一顶帽就叫安全帽，那上面都会有那个政治标记。机动机车座椅和机车按键到底敢有安全？主管机关采访小组联络过来摆，经济部表示，交通部需要先制定标准，才会当进行检测。经过过来遍问交通部，交通部敢若用批信通知，表示机车机动座椅的基地已经伫6月份发布新闻稿，而且会伫6个月以内和相关的单位检讨制定国内检测标准，也有配套的规范。相关的讨论也搁在进行当中，有结果时会各向大家说明。这是一条小生命的消息，一位悲痛老母的呼吁，等待8年，敢有法度会当换来更较济囡仔的安全呢？采访团队伫拍摄的过程中，阁注意到真侪乱象，像讲家长用机车载囡仔，有的是3个小载，甚至是4个小载。有人用爱紧爱大，甲大人甲囡仔绑做伙，这个方式敢有安全呢？儿童福利团体呼吁6岁以下儿童禁坐机车，家长敢做会到呢？是不是也有其他解决的办法呢？咱共同来反省思考。
大人骑车载囡仔为着方便，3载4载4架拢看会到，要囡仔直接骑伫后座椅仔顶，甚至一手骑车一手抱囡仔，和边仔这个囡仔强要摔落来，互人看到替伊紧张。若是有囡仔骑咧，也是坐伫机车骹踏板，即嘛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要罚300到600块。不能有一些 NG 行为啊，哪些 NG 行为？譬如说3贴，马路上也触目惊心啊，前面站一个小的，后面再背一个，或再做一个大的，然后家长在中间哦，甚至还有4贴的情况，甚至还有家长把孩子放在那个机车车头的菜篮里面，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去修法、去修正，可能让很多家长或者很多业者可能会误以为说它有一个空间，譬如说我可以再去安装在那个固定座椅，只要高度不超过就可以了。但很确定的是，在机车前座的踏板上面，不管是站着或坐着，所有的安装的这些机制，通通都是不合法的。连乌托邦征答榜拢有明文的规定，那咧后壁囡仔机车椅仔规范呢？调查结果，目前敢若乌托邦征答榜按椅仔还是载囡仔，这是违法的行为，会被开单。家长若是买囡仔机车硬大，还是伫机车后壁倒一个囡仔椅仔，因无国家标准，所以讲无法可管。脚踏车那么慢都被规范，那为什么机车没有规范？也有人会说啊，为什么警察不去抓前面载小孩的人？我们的政府会有点脱钩，我一直到现在还是纳闷就是前边不能载东西，但是竟然会有研发出机车椅这件东西。机车它是一个肉包铁的交通工具，一有闪失的话，你人没办法脱离，那也是蛮危险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它可以达到一个安全的效果。国内的研究里边有探讨到，站前面风险更高，站前面是我们驾驶者风险的2.45倍，坐后边是我们驾驶者风险的1.25倍。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令无够完善，以乌托邦来讲，头前袂当载囡仔，毋过后边若倒一个椅仔，敢就会当载囡仔。脚踏车的儿童安全椅仔有合格检测标准，嘛有完整的规定。不过时速较紧的机车呢，椅仔甲伊的安全性能拢总无相关的规定。在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中，脚踏车也是电动辅助的脚踏车，骑的人一定要满18岁，才会当伫头前也是后壁载一个囡仔。若是讲头前后壁同时载2个囡仔，就违规，袂当上路。而且脚踏车甲这个电动辅助的脚踏车，囡仔伫坐椅仔规定真严。那我们的车速是8公里每小时，然后我们要经过6个小时的测试。结果这边骑乘的时候，因为有跳快的关系有震动的关系，它如果里面的锁固装置螺丝也许也会松脱。那唯一松脱的话，它会造成那个儿童座椅它会倾倒，这个也是一种危险性。那另外结构的部分的话，可能有裂痕，它可能会造成它的腿部会有夹伤这种状况。车体甲安全座椅都要先经过合格标准，才会当做做稳定性甲刹车性等等测试。在自行车研发中心，合格的电辅车除了要经过耐久性的测试之外，也要经过稳定性的测试，也就是模拟承载22公斤的儿童在倾斜至少5度的斜坡上，依然可以稳定停车。它还必须要整车也要符合法规认证的安全标准，座椅跟整车中间的界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货架或者一个支撑的架，这个支撑架也要符合这安全标准。也就是说，这3位一体，整车、货架很重要的安全座椅都要同时通过这个安全检测标准以后，才算真正完整的安全的合格产品。通过一系列严格检验，就当甲经济部标检局申请合格大纸搭伫商品顶，是讲车速相对较慢的脚踏车甲电动辅助脚踏车，囡仔椅仔拢安全的标准，儿童机车座椅却无，因为伫先进的国家严格规定，6岁以下囡仔袂当坐乌托邦。5岁的幼童就是说学龄前的幼儿，那大概平均在小腿的长度其实是不到，大概只有30几公分，双腿是够不到踏板的，快速的转弯。或者是在冲撞的时候、碰撞的时候，很容易孩子会甩出去，或者是他就会抓不牢，他就会跌落、坠落。欧洲体系当中，基本上都是要求学龄前都不可以搭附机车。美国是规定汽车做安全座椅国家，它同时也规定，摩托车是不可以载附
孩子。所以我觉得台湾是蛮奇特的，全世界只要规定汽车坐安全座椅国家，一律规定摩托车不可以载负小孩。考虑生活习惯甲经济能力，用乌托邦做交通工具，这是台湾人优先的选择。而不是人人拢有当负担汽车的情形下，袂当用乌托邦载囡仔，那呢家长要安怎？我发现有些县市政府啊，他为了要鼓励生育啊，免费可以搭计程车去产检，所以会有一个免费的乘车券啊或乘车优惠，去鼓励家长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搭乘汽车或是大众运输工具啊。很多国家以法国来讲，法国对于多子女的家庭，不管是公民营的这些铁公路啦，或者是客运公车等等，都有所谓的优惠补助。日本已经上市了3轮式的车辆来保护我们的孩子。英国事实上他们有这样做，接送小孩子上放学，有点像我们的U-Bike的那种方式，可以我随借随还。美国提供校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学校离那个住宅区大概都有一些距离，因为美国是比较严格的这种所谓这种分区管制的这种都市计划的设计方式。那我们台湾，你大概走路上学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台湾少子化现象排名全世界第一，即卖囡仔当年因为交通事故的死伤人数强要超过1万人，就变成国安危机的温忧。幼儿他们会发生交通事故，大概40%都是乘客的身份。那乘客是什么呢？机车的乘客。现在少子化，孩子都不容易生了，所以你不能让他很容易就走了。那是生命呢。如果一年平均下来都有7、8千的孩子死伤于机车的话，我认为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且要全民一起来。如果有人愿意我协助，愿意出来宣导，我也愿意。就算会被触动，那我自己再处理就好了。因为这种痛真的是自己走过才知道有多可怕。我真的不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失去老母上悲伤的心声，政府敢有听到？确实有很多的状况是这样子啊，甚至过去的那种电动自行车，后来政府当然就开始去严管、去修法，但是其实你已经经历了一些伤亡的惨痛了。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经过有人受伤、有人死亡以后，大家才会去觉知这个事情是严重的？这是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政府真的不能再装睡，儿童的安全把关容不得1分1秒的懈怠。坦白讲，不足以保护孩子的法令也会杀害人的，不足以回应现在实务上存在的问题，那就真的该修法，让它更明确，让它更能够把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政府要赶快来做的。身为大人的咱，有这个责任，让囡仔在平安的环境中大汉，有安全还是无安全，袂当有铺设的地带，才会当避免致命的危机。